水是母亲温暖的凉水。讨海人的歌声带着深海的鼓笛啊、鱼啊、甲虾啊。不管我的灵魂被多少都市的山顶所困搭，我思思念念的故乡的岛屿的海影也搁伫遐。自常的等我转去，搁听一摆海波之声。在迄今耸立了300多年的天后宫，慈悲的妈祖见证迄今人在海上奋斗的历史。因为我们妈祖是海神，渔船他们出海的时候，他们一定就是会先祈求妈祖能够保佑丰收，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我也我的大金刀，唱一个大金调。他64年晚生的时候，这些长辈啊都号召一些乡亲，就是说去披麻戴孝。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一些奠彩带到这里来做个临时的灵堂。后来就是大家认为这样不大好看啊，大家筹资建成像现在这个规模。来自大洋彼岸的大成人，凡事感恩的性格，让他们为领袖建庙。因为我们早期是戒严时代，一般人不能随便靠近海边，海边是接受管制的。一般我们从小的教育，小朋友不能随便到海边去玩，所以说我们对于海洋不够亲近。因为我们那个戒严也解除了，也开放了，慢慢的对于海越来越多的探索。造船师将人类对海洋的追求与工业结合，造出巨大的船舰。年轻的航海员为了能够驰骋于大海之上，正在接受训练，努力追逐梦想。这个训练是我们那个航海跟轮机科系学生呢一定要接受的基本安全训练。接受完这个训练以后呢，我们船训中心会发一个证照给他们。有了这个证照呢，我们才能够上船实习工作。向左，左满舵。好，我们现在是准备出港了哈。面对海洋的奇经，吸引许多离不开海洋的人。他们在此生活，在此逐梦，在此谱写新的历史。旗津天后宫的创建是在西元1673年，也就是清朝康熙12年。我们的先民许阿华他出海捕鱼遇到台风，漂流到我们旗津。他见我们旗津的地理位置不错，然后就是外海这边的渔获都是，这就是可以让他很丰收，所以他回大陆之后，然后找了他们家乡的6位，就是六位邻居啊，然后整个移民，然后来到我们旗后这边。那当然，他有随身迎奉了我们妈祖的金身，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内殿最里面的那一尊妈祖，来到旗后这边定居啊。整个旗津就是从我们妈祖庙这边开始，整个往外延伸发展出来。这就是我们旗津天后宫草建到至今的那个整个历史。高雄汉民的历史源自旗津，而旗津的历史开始于天后宫。在妈祖的庇佑下，世世代代的旗津人才得以在无情的大海上营生。因为我们妈祖是海神。那早期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大陆沿海的那个居民，他都是以那个捕海
就是我们捕鱼捕鱼为生，所以在渔船他们出海的时候，他们一定就是会先祈求上天保佑啊，祈求妈祖能够保佑，就是行船平安。那当然也是要保佑丰收，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见证迄今历史的天后宫，保留着许多得以窥见先人生活的古物。旗津天后宫有2座清朝到现在的石碑，就一座是民间的，那另外一座是官方的。那官方的石碑是福建水师他们特别颁定的，因为早期的官时良莠参差不齐，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他为了说怕当地的官员欺压百姓，所以特地颁了一座石碑镇压在这边。让当地的官职能够看到说，就是这个是上级特地颁定的石碑，然后严禁贪污，然后严禁欺压百姓，这个是官方的石碑。那另外一座民间的石碑的话，就是早期打狗港不像现在那么宽阔，所以渔船或者是当时的商船要进来港内的话，会比较就是会塞船啊，或者是它整个流线动线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船主跟船主之间，他们有特别有个默契，就是我们什么船来，然后要怎么走，然后进来的时候要怎么去排班，或者是卸货卸渔货这样子。那如果违反的人必须要罚戏台，然后罚灯台给天后宫演给妈祖看，或者是给里面的众神明看。这个船户公约就是当时候的商船、渔船之间他们的船主所立下来的石碑这样。我的阿公是澎湖人啊，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来我们旗津这边工作。在这里就是我的父亲，然后是我都是在这边诞生，所以我在这边就是3代都在旗津这边呐。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就是住在天后宫庙旁，那小时候就是在玩的时候都会跑来天后宫这边玩就整个在庙内庙外这样子跑来跑去。天后宫的前面有一个小石阶，那有一个小斜坡，这个是以前小朋友的时候都会在这边溜滑梯这样子。所以从以前天后宫跟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长大会来庙这边服务为妈祖服务这样。在海岸旁有一座特别的庙宇，是大成人用来纪念一位特别的人。他64年晚生的时候，64年他晚生的嘛，晚生，像我爸爸他们都会，这些长辈都号召一些乡亲，就是说坐游览车到台北去披麻戴孝把蒋公当成自己的重生父母了。然后那个刚开始我们这边因为职业都是以码头为主，所以他供渔的时候，他把船上一些垫材木头的啦，就是临时那时候把码头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一些垫材带到这里来做个临时的灵堂，用木头简易的啦。后来就是大家认为这样不大好看不大美观后来就是大家筹资建了现在大概这个规模啦，大概建了。后来刚开始是以蒋公为主啦，后来大概6年6、7年，后来就是说建成像现在这个规模，有观音菩萨、三官大帝蒋公这样。因为我们在大城的时候生活，一般都是以捕鱼为主，就靠天吃饭。
啊，其他也没有什么，而且他那边的土质也不适合种植一些高经济作物，所以收入一般都比较差啊，根本呢工作的机会都很少了。啊，相对的，我们来台湾以后比较安定，而且有固定的收入。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认为呢，这个都是拜蒋公手势啦。他没有给我们带来台湾的话，我们不会有今日这个生活这个条件，所以特别感恩他。我是来自44年来台湾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感谢蒋公把我们大陈岛都撤退到台湾，每个大陈岛的人都有工作，你务农在高树乡，我们码头工的都在高雄，有的捕鱼在林园，反正从商的在那个永和，反正都有工作就是了。我真的很感谢蒋公。蒋公呢，我们那个蒋家界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蒋中景啊，是我们真的亲生的终身父母了。他不有他，我刚才讲过啊，这6个月发现嘛，6月粮食了，6个月吃味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联合国开会，那个准许我们直退到台湾里，等于说忠诚的父母啊，我要感谢他，感恩他。迄今的大陈人时常聚在一起，他们会做一些大陈特有的食物，分享给彼此。繁杂的制作流程保留了农业时代互助合作的精神。大陈美食是大陈人对家乡，更是对迄今的感恩之心。观众。弹心糕是我们那个大陈人7月半的时候，一般说是祭祖的时候才有的，平常比较少做了。溏心糕呢，它溏心糕顾名思义呢，它中间外面一圈是不甜的，里面这一圈是甜的，所以叫溏心糕。炒年糕呢，一般也是有客人来，我们才会炒年糕。但是大陈那时候物质比较缺乏，那时候炒年糕呢，我们一般都是炒那个蛋加上蛋皮，那个蛋皮还有加上那个虾皮啊，小虾皮，这个是咸的。甜的呢就是炒红糖，猪油啊、红糖这样炒一炒。因为来台湾以后呢，一些材料比较丰富啦。所以我们加入了台湾一些元素，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炒年糕，大部分都是猪肉、香菇、木耳、芹菜、红萝卜、虾仁、蛋、笋、杏鲍菇、小白笋。什么这样的呢？我划个哪？我划过你从你手哪？妹妹亮就行，对吧？啊，妹妹亮就行。从你哪？妹妹亮就。山上网红洞里的跑，市场多，小革命的舞都小，大家都伤心了。红萝卜、红月、香菇、好人、柚子、鸡蛋。望着海，海的那边是大陈，这边早已经是充满回忆的家园。以前在那边住的人是很少啦，都是台州下去的，像我们家房子还蛮好的嘛，就有人住。我就去嘛，我在门口转来转去嘛，他就问我嘛你找谁呀？我说我没有找谁，我找我家的房子。你房子在哪里呀？我说这一间就是真的啊？那以后你们回来我还给你。我说不要，你们继续住，我们去台湾已经这么多年了，不会回来了啦。
迄今的造船师在海洋立国的口号前，早已热爱大海，相信人类可以依靠智慧与勇气征服看不尽的汪洋。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我们政府为了要培植本身国内的造船产业，所以说在民国60年代左右，经济部工业局在旗津这个地方划定为造船专区，那就是由这些造船业者来进驻这边，然后再制造一些我们自己国内所需要用到的船舶。基本上我们造船厂接到订单之后，会先由设计去初步的设计去了解到船东的需求。有些船是要做渔船的，他希望容量大；有些船他希望速度快，有些船他希望航行稳定，续航力长。那我们会依照船东的需求来设计，去规划这些船型。设计出来之后呢，还要经过相关单位的验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些设计出来的，我们会做等比例的模型送到德国汉堡大学的那个水槽实验室去做整个的稳度的测试、速度的测试，然后验证无误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些船模等1比1的放大到整个的船体上面来，那来借由设计的部门去切割钢板。钢板制作完之后呢，就是进行我们所谓的小组合，在造船那个船厂里面做成 block 一段一段的 block 小组合，然后到了后面这个船台这边再进行大组合。那大组合之后，整个初步船体完成之后，我们会安装主要设备，比如说主机、发电机、变速箱、一些航仪、雷达、大型装备，我们会陆续安到船上去，然后就让它下水。下水之后再做后续相关的测试，然后测试无误、验证无误，试车顺利的话，就交给船东使用。四面环海的台湾，生养着热爱大海的人。造船师爱海的心，却从小被压抑着。台湾早期的政策，因为我们早期是戒严时代，一般人不能随便靠近海边，海边是接受管制的。那一般我们从小的教育的理念，父母亲常会跟你们说小朋友不能随便到海边去玩，会淹水啦，还是怎样？然后就是政府的政策是那时候是管制整个海洋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海洋不够亲近。那现在因为我们那个戒严也解除了，也开放了，慢慢的对于海这方面的探索会越来越多。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你看日本它造船产业多发达，韩国，甚至现在目前兴起来的新加坡、越南，这些造船产业，人家国家都有在幕后在培植、在扶植这些产业，唯独台湾。那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国建国造的政策，还有一些相关海洋政策的落实，我们造船产业也非常希望说，在这一方面，民进党政府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发挥，尤其把一些政策能够落实实际在那个民间造船产业上面。新船下水，按照习俗，船东会在船头抛洒礼物。随着纸幕被敲开，一艘新的船将以新的姿态探索古老的大海。旗津岛上的最高学府，吸引许多梦想驰骋海上的年轻学子。他们必须通过种种考验，才能登上船舰，将自己的未来奉献给迷人的海洋。
小停放，小停放，来，手抬起来，走。OK。这个训练是我们那个航海跟轮机科系学生呢一定要接受的基本安全训练。你有了这个接受完这个训练以后呢，我们传讯中心会发一个证照给他们。有了这个证照呢，我们才能够上船实习工作。如果你没有这个证照呢，你就没有办法上船实习工作。它是基本必须要有的证照。你上船前如果没有这个证照上去呢，被 PSC 抓到的话，它等于是你雇佣这个不适任的船员，等于是船舶不适航。来，走，来，开始。那个做得很漂亮啊！来，黑这一股来走。我们刚才训练呢，我们第一项呢是杆身上拔，也就是说从我们那个船舶的甲板上爬这个踏层梯下来，然后跳到救生筏上面。第二项呢，我们是狮身上拔，也就是说我们船员从这个船上跳到海水里面，然后游泳到救生筏上面，再爬上去。第三项呢是救生筏翻了以后，我们要爬上去给它扶正。第四项呢是我们在水里面我们要做个人的保暖和团体的保暖。最后一项就是我们水中漂浮，你要做仰漂跟水母漂，至少5分钟以上。然后呢，我们把救生衣再扔给你，学员呢在水里面呢穿好救生衣以后呢，再游到岸上来。我们就是做这5项训练。来，尽量在水面上休息，不要游。除了海面上的求生技巧，船舰上的灭火逃生也是年轻航海员必备的技能。不要打平的，往下，左右前后包。我们今天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淹舱逃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淹舱逃生呢？就是说，在船舶上，万一有什么紧急灾难的时候，譬如说有火灾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很从容的决定逃生路线。这样的话，才能够说保命。年轻的航海员在基础训练之后，开始超船术的学习，通过科技在模拟机中驾驶不同大小、吨位的船，在世界各地的港口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我们这个模拟机叫做全功能的模拟超船模拟机它可以模拟各种的船型码头也可以模拟世界各个港口的码头，我们里面都有这些模型。那么也可以模拟各种天候状况，也就是说，在这个模拟机的话，你就可以说，我是模拟什么样的港口、什么样的天候状况，所以可以不用到海上去实际上吃风吃浪，在这边都可以做这些模拟的所以我们现在高年级的学生，还有一些资深船员会来做这样的训练他在这个地方可以学到一些超船的技巧还有这些航行值班团队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在这个里面。OK， 谢谢。
Stable 10. Half ahead. Half ahead. Stable 5. 因为就是我家境本身不是说很好，然后因为这个职业，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出去，借由公司提供的这个机会，让我们出去增广一下世界观，而且薪水也不错。Midship. Midship, sir. Thank you.